1月18號，一單令人悲痛嘅消息打破咗星期日嘅寧靜。有媒體爆料，曾經憑住飾演《功夫》入面火雲邪神一角而深入民心嘅知名武打演員梁小龍，喺1月14號因病離世，享年77歲。呢個消息就好似一個重磅炸彈，喺影迷圈中炸開咗，無數人都感到震驚同惋惜。梁小龍呢位喺香港演藝圈留低濃墨重彩一筆嘅武打巨星，佢嘅離開仿佛帶走咗一個時代嘅記憶。佢嘅一生就好似一部高低起伏嘅傳奇電影，充滿住熱血同激情、挫折同堅持、愛情同親情。梁小龍喺廣東省中山市一個貧寒家庭出世，屋企兄弟姊妹眾多，佢排喺中間。喺嗰個物質匱乏嘅年代，年少嘅梁小龍就已經嘗盡生活嘅艱辛。佢同婆婆相依為命，為咗減輕家庭負擔，好早就出嚟社會做嘢。15歲嗰年，佢用自己辛苦儲落嘅錢，買咗人生第一份生日禮物，一個魚缸。呢份睇落普通嘅禮物，卻承載住佢對美好生活嘅向往。直到17歲，佢先第一次見到自己嘅父母，呢份遲來嘅親情，可能亦令佢更加識得珍惜。命運嘅轉折發生喺1972年，梁小龍喺街打架嗰陣，俾香港電影協會主席吳思遠睇中，從此一腳踏入演藝圈。佢憑住自己紮實嘅武術功底同埋剛猛唔知疲倦嘅格鬥風格，先後主演咗《生龍活虎小英雄》、《香港小教父》、《神龍小虎闖江湖》等電影，慢慢喺影壇嶄露頭角。1981年對於梁小龍嚟講係具有里程碑意義嘅一年。佢主演咗電視劇《大俠霍元甲》，喺劇入面飾演陳真呢個經典角色。第二年喺電視劇《陳真》入面，佢再次演繹陳真，將呢個角色嘅愛國情懷同英勇無畏演繹得淋漓盡致。霍元甲、陳真引進內地熱播之後，梁小龍紅遍華人世界，成為咗無數人心目中嘅英雄偶像。不過，人生唔係總係一帆風順，因為同中國大陸交流嘅原因，梁小龍俾台灣禁止作品上演，佢嘅演藝事業一度中斷。對於當時正處於事業巔峰嘅佢嚟講，呢個無疑係一個沉重嘅打擊。但佢並冇被打低，而係選擇喺困境中堅持落去。1991年，台灣開放禁令，梁小龍主演咗電影《五郎八卦棍》，重新返到觀眾嘅視線。之後，佢不斷挑戰自己。2001年主演電視劇《陳真後傳》，2004年接拍周星馳執導嘅電影《功夫》，因為飾演片中反派火雲邪神一角而再度受到廣泛關注。呢個角色一頭白髮，着住白色背心，腳踏人字拖，卻擁有超強嘅武功。梁小龍將佢演繹得入木三分，令觀眾又愛又恨。喺事業上取得輝煌成就嘅同時，梁小龍嘅感情生活亦備受關注。佢嘅第一任太太係歌手黎愛蓮，兩個人喺1975年步入婚姻殿堂，並育有一女。不過，命運卻對佢哋開咗一個殘酷嘅玩笑。1979年，黎愛蓮遭遇不幸，俾人潑強水毀容。喺當時感情已經出現裂痕嘅情況下，梁小龍展現出一個男人嘅擔當，佢傾盡所有積蓄為太太治療，花費高達400萬港元。雖然最終兩個人喺1983年選擇咗離婚，但梁小龍始終表示自己對得住良心。離婚之後嘅梁小龍喺1995年迎嚟人生第二段愛情，佢喺深圳識咗比自己細20歲嘅東北姑娘宋。同樣習武嘅宋，細個就已經崇拜梁小龍，兩個人相差20歲卻一見如故。佢哋嘅愛情好似冬日嘅暖陽，溫暖而堅定。結婚之後，佢哋育有一子一女，組成一個幸福嘅四口之家。梁小龍為咗太太定居成都，過住平淡而溫馨嘅生活。晚年嗰陣，不時有人撞到夫妻二人拖手散步，梁小龍仲笑稱自己打咗成世，終於俾太極拳收服。呢份市井生活嘅溫馨，同佢銀幕上嘅硬漢形象形成鮮明對比。不過呢段睇落美滿嘅婚姻亦曾經遭遇過危機。2018年，梁小龍捲入咗一場婚外情風波。當時佢嘅微博賬號突然發佈咗一篇長文，並貼出同一位女子嘅視頻通話截圖。文中梁小龍向女方表白，直言我唔可以冇咗你，為咗你我連家庭、
太太同仔女都可以唔要。但好快呢篇長文就俾人刪除，不過仲係俾亞明手快嘅網民截圖留低。件事一曝光，即刻引起咗好大回響。面對呢場風波，梁小龍嘅好友丁宇率先幫佢澄清，話梁小龍一家人好融洽，佢同太太好甜蜜，唔會有問題。梁小龍嘅一個徒弟亦出聲，話梁小龍嘅賬號早1個月前就已經俾人盜用，而且師傅年紀大，唔係好識用微博。1日後，梁小龍親自回應件事，佢逐一反駁疑點，並指出呢件事最致命嘅破綻。佢話關於婚外情嘅嗰篇文章，微博發文顯示係嚟自蘋果手機，但佢一直用緊華為手機。佢仲表示自己生活低調，問心無愧，自己賺嘅錢幾乎全部交晒俾太太同仔女，自認係一個不折不扣嘅好老公。喺呢場風波入面，宋選擇相信丈夫，之後夫妻二人嘅感情依然恩愛如初。可能呢啲就係真愛，經得起風雨嘅考驗。不過命運卻再次對佢哋露出殘酷嘅一面。2026年1月14號，梁小龍因心臟衰竭離世，享年75歲。家屬澄清實際年齡，百科之前嘅記載有誤。據梁小龍嘅經理人透露，梁小龍14號離世嗰陣，最初身邊只得一位親人陪伴，結合過往報道推測，好大機會係佢細20歲嘅太太送。10分鐘後有2個人趕到，1個鐘後再有其他親人陸續抵達。喺親人嘅陪伴下，梁小龍足足撐咗7個鐘先離世。呢7個鐘入面，親人嘅手一直緊緊握住佢，從來冇放開過。可以想象梁小龍喺生命嘅最後時刻係幾咁唔捨得同遺憾。佢強撐住等所有親人到齊，而親人全程緊握佢嘅手，亦盡顯呢個家庭嘅溫暖。梁小龍生前係一個浪漫嘅人，佢希望自己嘅離開可以帶啲神秘感，等大家覺得佢只係去咗好遠嘅地方拍電影。為咗呢個簡單嘅願望，親朋好友一直努力守護，默默維護住佢嘅社交賬號，扮到一切如常。經理人喺文中表達真誠且帶一絲卑微，佢話就算可以多隱瞞1個月，就算只係半個月都好，都算完成咗梁小龍最後嘅心願。但可惜嘅係，內部有個大嘴巴，將呢個消息爆咗出嚟，令大家嘅心血付諸東流。而最無奈嘅，應該就係宋。佢同梁小龍相伴30年，經歷咗風風雨雨，而家愛人突然離世，連丈夫最後嘅遺願都守唔住，當中嘅委屈同心酸可想而知。目前梁小龍嘅家人正忙住處理後事，暫定喺1月26號喺深圳龍崗舉行出殯儀式。雖然冇辦法完全達成梁小龍嘅遺願，但事到如今，大家可以做嘅就係尊重佢嘅想法。希望中意梁小龍嘅人都可以當佢真係去咗好遠嘅地方拍戲，唔好再過度追究消息洩漏嘅責任，等呢位老藝術家安心離開。梁小龍雖然已經離開，但佢塑造嘅好多經典角色早就深深印喺觀眾心裏面。大俠霍元甲入面嘅陳真，果斷嘅眼神，靈活嘅身手，展現出中華兒女嘅愛國氣節同英勇無畏。功夫入面嘅火雲邪神，獨特嘅造型，超強嘅武功，成為咗電影史上嘅經典反派形象。呢啲角色唔單止係一個又一個嘅熒幕形象，更加係梁小龍一生嘅寫照，係佢對武術嘅熱愛，對演藝事業嘅執着追求嘅體現。回顧梁小龍嘅一生，佢喺貧寒家庭走出嚟，憑自己嘅努力同堅持，喺演藝圈闖出一片天。佢經歷過事業嘅輝煌同低谷，感情嘅波折同堅守。佢喺銀幕上塑造咗無數經典角色，俾觀眾帶嚟無盡嘅歡樂同感動。喺生活入面，佢係一個有擔當、重情義嘅人，對屋企人、對朋友都充滿愛。而家斯人已逝，但佢嘅精神會永遠激勵我哋。佢用自己嘅行動話俾我哋知，無論生活幾艱難，都要堅持自己嘅夢想，勇敢面對挑戰。喺感情入面，要識得珍惜，互相理解同包容。你覺得人喺呢一世，咩嘢先係最值得珍惜？係事業嘅成功，定係愛情嘅甜蜜，抑或係親情嘅溫暖？可能呢啲都係我哋生命入面不可或缺嘅部分。而梁小龍嘅一生，正正為我哋詮釋咗呢啲珍貴嘅情感同品質。願佢喺天堂安息，佢嘅傳奇會永遠俾人銘記。